后来今仔日是继续来休第2天的风台假，上班族甲学生是阵痛，但是产业界真无欢迎，因为算算咧，休一天至少损失315亿。山多里风台拢来台湾，台北省议会风雨嘛渐渐变强，本地闹热的街区嘛变甲稀微冷清，敢若剩几个外国观光客。 생각보다 바람도 덜 불고 비도 조금 내려서 다행이라고 생각하고 있어요. 예류나 이런 데 투어는 취소됐고요. 비행기는 지연되진 않았어요. 我一路跑在这个台风的前面，所以还可以，比我想象的弱多了。我觉得没有什么。风台假来观光旅游业深受到影响，尤其这边全台湾各地都放2天以上的风台假，产业 GDP 嘛拢受到真侪影响。要经营 OK 的企业，他就多发加班费，多发奖金就可以解决。但企业困难的比较经营辛苦的企业啊，可能就会有问题。譬如说100位员工的工厂啊，他加班费要400-500万的。根据台经院计算，2023年规年 GDP 23条拄369天，一天超630亿，扣掉风台天上班和瑞士市场，一天上少了315亿，加上台国休市冠商手续费损失15亿，政府证交税嘛有16亿的损失。所有的员工其实还是得把工作默默的搬回家去进行。 这个部分的一个劳务，其实还是算在所谓的 GDP 里面，不会因为台风假而有任何的减损。科的话，其实包含了像台积电、联电这一类的厂，也绝对不会因为所谓的放台风假而出现一个 停机的状况。专家讲，主要受到风台影响的嘛是以公部门为主，其他产业亲像做食会当自由决定敢有要做，影响的范围有限。不过，毕竟风台天休假对产业发展来讲，嘛是难免有受到淡薄影响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